大家好，歡迎收聽北愛爾蘭粵語新聞評論。今日有兩篇係來自 Belfast Telegraph 嘅文章，想同大家講講。今日想同大家傾下最近喺 Ballymena 發生嘅騷亂事件，同埋圍繞所謂非法移民嘅流言有咩真相。有句說話話，偏見係節省時間嘅方法，因為你唔使揾資料就已經有意見。可惜正正就係呢種心態，令到某啲人唔理事實就走去搞事，甚至用暴力嚇親無辜居民，話自己係為咗保護社區。咁樣嘅行為真係值得譴責。首先，坊間最常聽到嘅說法就係 Ballymena 湧入大量非法移民，但事實係點？根據英國內政部最新數據，截至今年3月底，整個北愛只有約2600名獲得庇護援助嘅尋求庇護者，而喺 Ballymena 同埋佢所屬嘅 Mid and East Antrim 區，註冊尋求庇護者嘅數字係0，冇錯，一個都冇。咁你可能問，佢哋話非法移民係咪講緊偷渡嚟嘅人？但根據記錄，喺北愛爾蘭冇發現有細艇偷渡登陸事件。而且偷渡人士多數選擇登陸英格蘭南部，唔會特登繞路去北愛。咁有啲人話羅姆人社群係問題來源。根據2021年人口普查， Ballymena 有24,295人，其中有709人自稱係羅姆人，佔人口少過3%。而全北愛羅姆人口只有1529人，連總人口嘅0.1%都唔到。請問呢個比例點樣可以構成所謂壓迫本地人嘅人口威脅呢？更重要嘅係，根據警方資料，北愛爾蘭大部分罪行，包括性罪行，主要係由本地白人所犯。而過去20年，我哋嘅整體犯罪率係持續下降，由2002年每1000人81宗跌到依家58宗。唯一上升嘅係咩類型嘅罪行？就係種族仇恨罪案，針對移民、少數族裔、異文化背景人士，係咪好諷刺？所以，當你見到 TikTok 社交媒體上有人煽動情緒，叫人保護社區，甚至影直播揾點擊率賺錢，你要問下自己，佢哋關心社區，定係關心自己個戶口流量？北愛需要嘅唔係更多偏見，而係更多理解，唔係更多分裂，而係更多真相。移民唔係問題，無知同仇恨先至係。跟住我哋聽聽 Sam McBride 嘅評論，佢帶出唔單止係 Ballymena 最近針對移民社群嘅騷亂，而係整個北愛政治架構入面一種長年存在嘅黑暗力量。有評論者話，北愛爾蘭係一個表面上進步咗，但內裏仍然黑暗嘅地方。喺和平協議之後，我哋有現代建築、多元文化，似乎一切都向好。但一有動盪，就會揭示嗰啲潛藏已久嘅仇恨未曾真正消失。Ballymena、Larne、Coleraine 最近呢啲地區再次陷入種族仇恨風暴，當地有人縱火墳屋，有人喺門上貼出國籍標籤，甚至掛上聯合王國國旗，只為求唔好成為下一個目標。當地婦人曾冷冷咁講：屋入面有人？佢唔係本地人咪由得佢死咯？呢啲唔單止係冷血，而係人性同理心嘅完全崩潰。而當警察話冇情報指涉事者係準軍事組織時，好多人都覺得荒謬。2021年喺 Lanark 發生反北愛協議騷亂時， PSNI 都話冇情報指涉 UVF， 但當時我哋都見到戴住頭套嘅人教細路仔點樣整汽油彈。有咁細緻嘅行動，點會冇背後組織？點會唔係得到 UVF 默許？更諷刺嘅係，連一位 UVF 指揮官 Winston Irvine 之後被捕時，竟然向法官自辯話佢幫過警察平息暴亂，即係你搞事，然後你又話自己幫忙收場，攞嚟做求情理由。呢啲情況絕非孤例，而 DUP 嘅選擇更加令人震驚。Tyler Hoy Ballymena 副市長公開參與 UDA 樂隊，讚賞殺害平民事件，甚至喺社交平台恥笑越南39名移民慘死貨櫃。當傳媒揭發後， DUP 前黨魁丹勒遜都只係話佢後悔咗，應該俾第二次機會。但我想問，
如果有候選人讚賞 IRA 或 INLA 嘅屠殺行為，會唔會同樣俾第二次機會？喺北愛，移民尤其係亞洲人嘅命值唔值咁少。你睇到嘅就係一個政黨為咗選票，寧願姑息極端言論同種族仇恨，甚至同準軍事勢力妥協。呢種選擇短視得令人悲哀，因為佢哋冇睇到未來真正影響邊界公投嘅，可能就係呢批新北愛人移民社群。根據統計，北愛有超過13%人口係喺境外出生。喺未來有可能發生嘅統一公投中，佢哋都會有投票權。而家呢啲種族暴力，只會令佢哋對聯合主義完全失去信心。你話你愛聯合王國，但你打走有可能支持你維持聯合嘅選民，呢種行為唔只係錯誤，簡直係政治自殺。仲有一個令人唏噓嘅現象，就係準軍事組織同政壇、社區資源結構之間嘅共生關係。有作家形容，東貝爾法斯特嘅暴亂就好似一份申請撥款嘅表格，只要搞陣，政府就會再撥錢穩定社區。長此下去，暴力就變成揾食工具。DUP 領袖 Gavin Robinson 上星期仲話，冇證據顯示忠誠派地區有更嚴重種族問題，但事實係，正係呢啲地區發生咗最惡劣嘅事件。你否認現實，唔會令社會好轉，反而會繼續縱容仇恨。最後作出總結，北愛唔可以永遠喺仇恨、極端同準軍事影響下前行。當移民社群越來越多，當全球化變成不可逆轉趨勢，真有遠見嘅政黨應該係團結人、教育群眾，而唔係同極端分子交換沉默。假如 DUP 再次選擇錯誤方向，咁佢哋輸嘅唔單止係一場選舉，而係整個聯合王國喺北愛嘅未來。